上天係公平嘅，佢為你關一扇門咧，通常咧都會順手關埋你個窗。一個河南的窮小子，你就想捆住我啦？天天在家裡，禮拜六、禮拜天，在家裡給我做個什麼番茄炒蛋，拿2個大板饅頭，好坐在這吃吧，吃饅頭今天。我說我不要吃饅頭的，我又不吃饅頭的，我現在是吃西餐的人嘞，你知道嗎？高爾夫球場也去過了，看着那些大佬是吧，揮舞高爾夫球拍，多帥啊！你讓我回家吃麻辣燙，我吃他媽什麼麻辣燙？我有病啊我！各位大哥請息怒嚇，亦都唔好急住去人肉睇下呢位女士究竟佢係咩姿色，我擔心你睇完之後可能會縱火滾。但係講句公道説話，真話咧通常都係難聽嘅，我哋先要為呢位女士嘅真誠點讚，佢係點樣諗就點樣講，毫無遮掩，醜話講在前，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嗱，既然咧大家都能夠接受到聽呢啲説話啦，我都唔怕講啦。其實一卷廁紙喺5星級酒店，佢依然係一卷廁紙，係唔會變成一卷銀紙嘅。而至於佢係用嚟抹乾淨肚臍上邊嘅嗰滴結塌塌嘅沙律醬，定係話用嚟抿屁屁，冇邊格高貴過邊一格。學術上咧呢種叫做蟹繩效應啊，蟹繩咧佢以為自己黐到啲蟹膏咧就相當於咧係嗰一隻爆膏嘅蟹。現實中自信嘅蟹繩咧被多次重複使用咧，仲會認為自己遇到嘅係真係一蟹不如一蟹，所以話咧上天係公平嘅，佢為你關一扇門咧，通常咧都會順手關埋你個窗。重複用嚟綁蟹嘅繩咧係一定會鬆弛，遲早係會綁唔住隻蟹。就正如冇辦法對抗地心吸引力嘅肌膚彈性一樣，所以咧我建議咧某部分嘅女士咧，既然係清醒知道自己想要得到嘅係乜嘢，就要知道呢啲嘢，同時亦都會伴隨住其他嘅一啲乜嘢。如果今日週末嘅番茄炒蛋同埋收工之後嘅白面饅頭根本係綁唔實你，你亦都唔需要怪他日嗰餐西餐係冇訂到你位，你握過嘅嗰支推杆正喺另一個着短裙嘅妙齡女子手上當鐵杆咁亂咁揮舞，你會諗起當年你引發現場陣陣笑聲，但係又被形容為可愛嘅嗰個一模一樣嘅場景。如果嗰陣時先至懂得番茄炒蛋，其實都幾好送飯。白面饅頭嘅碳水能夠令一個男人有足夠體力腳踏實地，或者就已經太遲啦。但當然你可以繼續不以為然，冇人可以阻止你繼續你嘅諗法嘅。點讚係正能量。